成行人生旅程2.0人生規劃桌上遊戲可以俾55歲以上玩家參加，經歷退休後人生唔同嘅場景同埋抉擇，一齊預視及體驗生活上嘅挑戰，激發思考及規劃退休生活。遊戲對象為55歲或以上嘅玩家，最多可以俾8個人參加。遊戲物資包括有一個棋盤、8款唔同角色嘅棋、5款卡牌同埋3款福利金卡、1粒色命運輪盤、定期存款盒、4款唔同面值嘅紙幣同埋8個護照，可以俾玩家存放紙幣同埋福利金卡。玩家先選好自己中意嘅棋同埋護照，並將棋放喺起點。每位玩家將會獲發300蚊。玩家可以共同商議邊一位開始先，並選擇以真實年齡或者自定年齡開始遊戲。每完成一個回合就會增加1歲。當遇上輪盤圖案，就要撥動輪盤嘅指針，根據指針所指示嘅方向而決定拎邊一種卡牌，並完成卡牌上面嘅指示。當玩家遇上繳付生活費用圖案，就要俾10蚊銀行。玩家可按年齡及資產申請唔同嘅福利金，並且獲得相關嘅福利金卡。玩家可以喺下一個回合開始領取福利金。詳情請參考說明書附表1。當玩家遇上人生交叉點，如果擲中單數就向右走，擲中雙數就向左走。玩家嘅資產必須係正數先可以繼續遊戲，如果唔係就要抽任務卡賺錢，直到恢復正數先至可以繼續向前行。玩家有一次機會決定將資產存入銀行或者自行保管。將資產存入銀行，每完成一個回合就可以獲取5蚊利息。負責銀行嘅玩家可以利用遊戲盒嘅格數存放紙幣，每格代表唔同玩家嘅銀行存款戶口，按玩家嘅代表數字作識別。呢個遊戲並冇分勝負，重點鼓勵玩家表達睇法同埋討論感受。遊戲大約需時120分鐘，建議預留30分鐘俾玩家作分享。立即開始，一齊體驗，開啟精彩人生，轉出無限可能。